128蚊，全日90分鐘定量半放題，到底有啲咩食？跟我入去睇睇啦！一人一鍋，10幾款湯底任君選擇。西班牙無激素豬肉片一碟，同埋 Prime Grade 牛肩胛一碟，講明係半放題，豬同牛就定量嘅。自助區火鍋料任食，我數過有接近50款，淨係食呢啲都夠飽啦。仲可以用手機落單，魚柳、雞腿肉、沙茶牛肉都有供應。除咗雪櫃嘅紙包同罐裝飲品，仲有即叫即沖大大杯台式飲品。最神奇係百幾蚊仲包咗任食 Mövenpick，條數都唔知點計啊！呢個餐正價時段148， 5點前離座128。如果想任食牛肉，仲想有海鮮、滷水小食、炸物，仲想用餐時間長啲，一樣有得揀。想睇清楚啲就 pause 咗個畫面。今日呢間馬祖啱啱喺寶林新都城開業，唔同分店收費模式略有不同，下面說明欄有資料。